先生，请问唔係用嘅促送嘅喏？我是农業搬運茶，變茶跌倒，吸到腳。唉，真件係啊，有時成功，有時逆光。上次拄到3日風2日水，為卡生意地位真好拿。唔要帶健保卡麼？我先攞唔掛號。要係我先生嘅健保卡，麻煩先生來，我先攞唔量一下血壓啵。請老師徛較高地位，我再攞唔量耳溫下。入是36度半，正常。來，我看一下牙嘅傷口，一下會痛麼？也係會痛啊？牙腳左右有得麼？腳盤做得溜溜嘅上下，疼痛一下麼？冇法度哦。了解咧。先生，請問按到乜嘅名？張俊發。好，一下停定，就請急診室嘅醫生同看診下。安先生。